大家晚安，大家晚安，大家好，大家晚安啊！你们吃晚餐了没？嗨，银白晚安，还有欧拉夫老师晚安，以及我的猫猫最可爱的晚安。好紧张哦，第一次开这个也不只是第一次开 OVC 的 reaction 啦，整个 OVC 这一件事情我也是第一次办，所以真的是整个从准备到实际上跟大家宣布这个活动开始，然后再到那个等大家的投稿，然后到现在为止都好紧张哦。我背后看起来好热，对，所以我脱衣服了，非常合理，对吧？嗨，礼物晚安，你好，欢迎你的嗨。对，真的是就蛮紧张，很想拿灭火器是吗？不是我们那个 OVC 的背景本来就是走这个风格，那个大家应该习惯。嘿，阿轰安，欢迎。没想到这么爱拖，真的对不起。没有想到阿慧是这种人。说真的，我看我的背景看久了，也真的还蛮热的，是怎样？好紧张哦！还是我们就赶快看一看、听一听，然后我们就那个早点结束，我就早点解脱，就不用在那边紧张到尿出来。等到刚才这会些，目前应该还好，今天没有做什么怪怪的事，应该是不会烧起来，不要紧张啊！除非我等一下那个乱讲话，我的台烧起来，那另当别论。应该是还没有啦，今天应该是没什么机会乱讲话啦。大家那个如果喜欢看乱讲话的话，好像也不用怎样，反正平常就会乱讲话，那没差。好啦，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咯。还有什么要讲吗？有，还有要讲的，就是那个有一些朋友有反映说，就是时间给的不太够啊，就是还想投稿，但是来不及，赶不上那个 deadline 的，赶不上时限的那个死线这个东西，就是 Openverse Challenge 的那个 deadline， 那个只是给我今天 reaction 画一条线而已。就是本身这个 Openverse Challenge 这个挑战本身没有期限，对，所以如果大家后来又有想到什么写出来想要分享的，都还是可以 po， 然后一样可以丢在那个我原本的那个表单里面。对我可能不会那么常看，但是我有看到的话，我还是把它加进播放清单。于西，先来谢谢阿慧举办活动，晚点再来补档。谢谢，感谢来补档。等一下也会看到那个于西投稿的作品，也是相当精彩。对，好，还有银白，刚刚也有来先打招呼。银白的作品也是，我没有给于西扳手吗？真的假的？失敬，等我一下。没有啦，虽然每个 VTuber 的那个扳手的意思不一样，但是就是有合作过的，或是对，反正有合作过的，我基本上应该会。等我一下，可以有第二集 reaction 了。我有在想，就是如果之后还有蛮多人，当然如果只有一两支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来 reaction。但是如果之后有收集到，还是有很多人投稿的话，可以再另外开一集。感觉可以。没有失敬，感谢扳手不，给你扳手是我要感谢你，因为你看到怪怪的人的时候，你要帮我编掉。给扳手是我要感谢你。社畜1号安嗨，欢迎来。这个我不知道，就是大家知不知道，就是 OVC 其实不只有 VTuber 的朋友可以参加哦。那个观众或者不论你是任何什么身份，都是欢迎来投稿的。所以虽然那个接下来才写的不会出现在今天的 reaction 里面，但是大家有想法还是可以投会不会办第二次呢？不一定，因为其实比想象中累，还真的是比想象中累一点。然后我会再想想啦，如果有想到很适合的题材，然后有蹭到别人可以帮忙，可以帮我做一些编曲之类我不会的事情的话，那可能可以再办那个就再说。好，那我们废话也讲蛮久的了，我们就先来欣赏今天的作品好了。
等一下就是听的时候大家有什么想法，就可以直接在聊天室打出来。好，然后我把视窗收到哪啦？哎，在这里。哇，好紧张！哎，赛莲你好，初见安安活动很酷，那还可以投稿哦。虽然那个现在才投稿不会出现在今天的 reaction， 但是这个活动本身没有期限啊，所以还是欢迎，如果有想法可以来投。好，那么第一支我自己的不用看了。好，那我们就来看看今天投稿者的作品吧。哦，小青安安，欢迎你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作品哦，然后我也会把那个投稿者的影片连结贴在我们的聊天室，所以大家有喜欢的话就可以直接从这个连结爬过去哈，直接按下去爬过去他的那个频道，然后就可以给他按个赞，留个言啊，喜欢的话可以直接订阅下去哈，就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第一位作品，我们科梅利亚的作品。嚣张还是他活得太爽，非得躲起来开个小账才能讲我想讲，我不想藏，不想把情绪憋到内伤，要用我的利齿獠牙，轻易把世界变成战场，我就要骂到你嗓子哑掉。人生苦短及时骂，有不满何必要吞掉，放声骂倒，就算要变成小告，跟着我唱出心中的怒吼，尽情放声咆哮。不擅长摇尾起点，不适合做戏给谁，不喜欢开口唱声好，一个奖励又便宜些，不做荒唐。不必呻吟还哀嚎，仔细努力3秒放弃，1败涂地不肯认命。看你没头脑，生活没烦恼，旁人多干扰，决定站好，推脱费脑，对着荧幕同间有3，假装热情还不爽，要不要干脆去街上方便你的电子吉他？谢谢，骂到我了。等一下，它怎么自动播放啊？等一下哦，我应该可以把自动播放关掉吗？有点挡到字幕，完蛋。那我们再来一次，我调一下位置。等一下啊，哇，大失禁啊！救命！我不要那么膨胀好了，我缩小一点。这样应该，这样好了，这样应该可以。好。再来一次。情绪憋到内伤，要用我的利齿獠牙，轻易把世界变成战场，我就要骂到你嗓子哑掉。人生苦短及时骂，有不满何必要吞？好，我站左边，等一下，真是第一次开，不太会开。我好胖啊！左边对，因为我就在左边，原来如此。好，那没事了，太好了。好，我们可以再来。好绕口哦，是怎样啊？放声骂倒，就算要变成小告，跟着我唱出心中的怒吼，尽情放声咆哮。不擅长摇尾起点，不适合做戏给谁，不喜欢开口唱声好，一个奖励又便宜些，不做荒唐，不必呻吟还哀嚎，仔细努力3秒放弃，1败涂地不肯认命。看你没头脑，生活没烦恼，旁人多干扰，决定站好，推脱费脑，对着荧幕同间有3，假装热情还不爽，要不要干脆去街上方便你的电子吉他？谢谢，觉得有被骂到。等一下，它是可以不要自动播放的吗？它真的好干扰我。好，算了，我们自己记得手动把它停下来。好，哇，这个我蛮喜欢。因为我原本想要办这个那个叫什么？我原本想要办这个骂倒的 Open Verse Challenge， 就是想说。大家应该生活中有蛮多不爽的事，平常没机会说出来的吧，所以就想说，看大家会不会来投一些比较辛辣的，或者是比较凶的。结果还真的有，还真的蛮凶的。我就觉得我被骂到，就是那个我平常其实也都是在电子乞讨嘛，是怎样？对，然后
他其实快嘴还蛮快的，就是那个虽然我叫火蛇啦，但是我那个饶舌的部分也没有到很快，没有快到会着火，但是就是也因为那个名字叫火蛇的关系，后来还是有想要稍微练一下，看能不能练快一点。结果他有一段真的蛮快的，我直接被打倒，我直接觉得我不用混了。大概是在这边嘛，这边给大家听一下。谁不喜欢开口叫声好，一个奖励又便宜些，不做荒唐。就还蛮，就是我原本就蛮期待看能不能收到这样子的投稿，对，然后就是节奏上也有一个很侵略性吗？就是一个强势，然后真的有在骂人的感觉。嗨，研磨安安，嗨，欢迎你来，晚安，吃饱没？加爸不喂。不必炫赢还爱好，然后就可以努力3秒放弃100头掉，不肯认命，看你没头脑，像我感觉到是在骂 VTuber 朋友们是吗？是在骂 VTuber 同业。这边还有提到那个同街有3啊，确实就是有时候确实我自己开台也是有遇过同街只有3个的这种情况，就真的还蛮难过的。对，有被骂到，好，那而且那个感谢可梅利亚的投稿，然后就是他其实好像蛮神速的，我记得蛮神速的，就是在我这个活动的资讯刚分享给大家之后，没过多久他就投了，对，所以真的是很感谢，非常热情的参与，然后也让我蛮印象深刻。好，那我们再来，我们有请今天的下一位，我们直接来听听看。嚣张，还是他活得太爽？非得躲起来开个小账才能讲我想讲，我不想藏，不什么情绪憋到内伤，要用我的利齿獠牙，轻易把世界变成战场，我就要骂到你嗓子哑掉。人生苦短，及时骂，有不满何必要吞掉？放声骂倒，就算要变成小告，跟着我唱出心中的怒吼，尽情放声咆哮。到底唔骂你，还是你头壳歹去？讲了几落摆，何要到啊？你甲过来，给摩卡，每个底下扣。啊！就倒咧报，你是伫遐干三小，叫你好好食药啊，你就无想要听。药啊囥甲生生，讲是要做生。大概看你来检查出来拢是屎。你讲医生技术歹听，你咧哭。哇，这个太强，太强，这个非常可怕，就是首先他全部都给我写台语，强到没话说。而且我觉得这个很好笑嘛，这感觉是他那个平常上班的怒火啊，这个非常 real， 对，真的是怒吼，对，然后那个明明长得很可爱，但很凶，真的，他那个用词本身还蛮凶的，对，然后对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去写台语的歌词，就是台语的歌词要去押韵，其实如果平常比较少讲、比较少用的话，还蛮困难的。对，但我觉得他就都有押到的同时，那个意思也表现的就是很明确，就是很可以感受到他那个整个在发怒的脉络。对，这真的很强，而且还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地方，那个健保卡的地方，给大家听一下。他直接拿他直接真的拿健保卡在敲，把那个声音直接放进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起感受到这个烦躁呢？我是有，是真的有感受到，这个很可怕，对，然后没错，就是完全就是直击我的那个
就是好球带吗？是这样讲吗？就是你看那个台语也掌握的很好，然后押韵也押的完美，然后又有这个非常符合它整个主题的这个那叫什么小细节，那个敲健保卡的声音，哦，这个真的是完美。对啊，大家下次啊下次嘛，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办下次，但大家之后也确实可以挑战看看，用台语来写 OVC， 还蛮好玩的哦。就是虽然我自己这次办的时候，我自己的部分是中文啦，但是因为我之前也有参加过一些别人办的，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是我的段落都是写台语，还蛮好玩的，所以期待下次希望可以再有人办，我就可以再参加啦。好啊，对，然后总之如果我参加别人的，我应该都会写台语啦，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如果有人办的话。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位吧。哦，因为我的段落大家应该会听到蛮腻的，不如我们就从大概中间开始好了。拿掉，人生苦短及时骂，有不满何必要吞掉？放声骂倒，就算要变成小告，跟着我唱出心中的怒吼，尽情放声咆哮。以为自己很屌 ，But I am shit， 嘴巴向前拔掉 ，always miss， 说的好听 like you wrong let's get， 这是一个假设 God and land fake ass， 虚伪笑容靠背 your friend 背后放箭把的 still here， 你追不上课才 build too fast， 你人生是 boss，fuck my past，I'm too big，king of a block， 现实是 nobody， 全都 shock， 你说不止日记是废物的命，我正在顶端 ，Why you kiss my ring？ 啊，自动播放，真可恶！哎呀，哦，这很凶哎，很凶哎！这个歌词本身就蛮，就有那个味道，就街头霸主的味道都出现了。对，然后他不只用中文，他其实英文的比例真的是蛮高的。对，然后我觉得。很赞好，就我就很喜欢这种东西啦，就是我本来就很喜欢同一首歌里面塞不同语言，然后那个饶舌，我觉得饶舌，然后用不同语言押韵这件事情本身我就很喜欢，我就觉得超酷的。对，可能因为我也自己也很喜欢这样做，然后我也很喜欢听别人这样做，所以就会觉得真的很酷，真的很酷。其实我自己也有塞一点啦，就是虽然只有一个词啦，但是那个消告也是有偷换一个语言这样子，对呀、然后对，他的英文就真的蛮多的，然后也蛮凶的，然后就确实也是有骂到，然后我没记错的话。什么？你要改推这一位？你要确定？太过分了吧，爸爸！怎么这样？不是他有脚可以拔吗？他看起来有脚可以拔吗？你再想想，没有脚可以拔，你以后吃冰淇淋要用什么容器呀？不行吧？好了，那对啊，我没记错的话，苏白最近也有分享蛮多，就是混音的一些技巧，大家可以去看推的啊。我都没有放另外2位的啊，我只放了第1位的那个 YouTube 连结，完蛋！你看，第一次开 reaction 真的是不太熟。等一下，我先补一下，银白的。然后以及我们现在看的是苏白的。大家应该不会搞混吧？没贴到是怎样？哎呀，好，大家有喜欢的话哈，有想要改推哪一位的哈，可以直接沿着我们的连结爬过去啊，就慢走不送。好啦，那我们就来看。下一位吧。好，已订阅。大家
还是我换个方式好了。好，没事，好，我知道了。那再来我们下一位是杰拉的，我们来看看杰拉的投稿。嚣张，还是他活得太爽？非得躲起来开个小账才能讲我想讲，我不想藏，不什么情绪别到内伤，要用我的利齿獠牙，轻易把世界变成战场，我就要骂到你嗓子哑掉。人生苦短，及时骂，有不满何必要吞掉？放声骂倒，就算要变成小告，跟着我唱出心中的怒吼，尽情放声咆哮。骂倒，连北将立正站好，那些没读过书的黑特只会在你后面多踹你一脚，跟着红米向前冲，再把黑特当成口，气到他们说不出话，我们就是这么疯。我只想说我想说的，做我想做的，他们实力对我来说太弱了。今天收到通知，海边双面准备出任务，不好意思私下问老师，就是要这么酷，你拿什么跟我比？因为蔬菜你可惜。等一下，我发现我跟我的键盘真的不太熟。好，这样应该有了吧？好，等一下啊，我把多余的先 ，OK， 好。看脸没想到是这个声音，对，原本看起来应该是比较，我不知道，我一开始看到外观也是，以为可能会是比较可爱嘛，正太这样子，对，可是他那个，他快嘴也蛮快的，虽然就是也不是说一定要追求快，当然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但是就他的就节奏也是蛮给大家咆哮。骂倒，连北将立正站好，那些没读过书的黑特只会在你后面多踹你一脚，跟着红米向前冲，再把黑特当成口，气到他们说不出话，我们就是这么疯。对，就蛮流畅，蛮顺的，就是可以吞下他往你嘴巴里面塞的一些字句这样子。然后我蛮喜欢这三句的，就是我很喜欢这个，气到他们说不出话，我们就是这么疯，很有感觉。就是确实有时候跟人家那个想要骂倒人家的时候，也不一定真的要骂，有时候你透过你的所作所为，气到人家讲不出话，还是蛮爽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对，然后没错，怎么可能只有7个订阅？不科学啊，不科学，那是蛮酷的。对，然后就是这么疯。我只想说我想说的，做我想做的，他们实力对我来说太弱了。今天这段也是蛮酷炫的，蛮快的。他们实力对我来说太弱，我只想说我想说的，做我想做的，他们实力对我来说太弱了。今天收到通知，海边双面。而且他那个，因为我们的伴奏里面有大家有听到有一段就是比较，我想要怎么讲，他就是把伴奏切碎，然后就有一个很像什么的声音，我不会形容给大家直接听，就是他影像上也直接有做一个就是这么疯，我只想。快了！说我想说的，做我想做的，他们实力对我来说太弱了。那个黑色闪闪的那个感觉，那个好像呼应到伴奏的那个有一个特别效果的处理，然后就是还蛮爽的。对，有时候我们听歌的时候，好像视觉上也是想要有一点那个嘛，享受，所以现在才有很多什么很精美的 PV 给大家一边听好听的，然后又可以一边看酷炫的这种感觉。这个我也觉得蛮用心的，就真的蛮酷，所以大家可以去多看一下杰拉。对呀，就蛮喜欢看大家在这上面加一些小细节，或是一些小细节，或是一些大细节这样子，对，就可以感受到大家想要。我想要怎么说？没有啦，本来 Open Verse Challenge 这个东西就是会想要看看大家的创意啊。那当然，大家的创意不止在写歌上，就是如果你在那个影像上有一些很酷的创意，那就也会很有趣。就是期待，就是如果下次还有再办的话，希望可以看到更多人参与，那就可以看更多人不同的表现方式，会蛮酷的。好。一样也感谢杰拉的投稿。
那好，这一次我会记得打人家名字，总该学会了。然后我怕打错字，我好像打错字。你们等我一下，我是不是应该直接用复制？好不会哦！我现在是什么不擅长使用科技的老人？不是科技啦，科技啦，用科技要干嘛？0287，你好，安安，欢迎。啊，有，好，学会了，好，那我们可以来看下一位和泉东岳的投稿。骂有不满何必要吞掉？放声骂倒，就算要变成小告，跟着我唱出心中的怒吼，尽情放声咆哮。说到骂倒，时间十分重要，时光常常照顾需要的感动，只要放纵，只要骂倒，多人都能快乐。快来展现真正的实力，不要停下。八嘎，变态，无论晒某知らない、你不看離れてください。有趣哎！首先一开始这个特效蛮酷的，很符合我们今天那个火焰的背景。然后哇，你们同意吗？那个骂倒这件事情，只要骂你们就会快乐啊？有没有人同意的？就是我们这次这个主题是骂倒嘛，那就当然就不只是单纯给你骂人这个方向，那我也很期待会收到另一个方向，就是这种福利向的骂倒，就是人家称为奖励性的骂，就是没错，就是骂观众的这种骂倒福利，我也是蛮期待收到这种的。不是，终于有角角可以跳槽了吧？啊，我不是，我也拦不住你，我是能怎么办？我难道我要现在开始哭吗？哭着求你留下来，不可能吧？好，那就。对，我讲到哪了？我讲到骂，对，奖励性的骂，对，然后就那个他把那个放进去，那个叫丁公三连，对吧？这个角看起来不同口味的样子，确实，我的看起来就巧克力。我记得之前超商有一个冰淇淋是那个嘛，杜老爷的啊，我直接讲出名字哎。那人家没给我业配，没关系，我等一下发票寄过去。就是它好像是叫双倍巧克力吗，还是什么的？然后它就是它的甜筒本身好像也是黑色的嘛，巧克力的嘛，还是我记错？我应该没记错吧？我也有可能记错。好，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帮我补充。对，就是那个黑色甜筒啊，那个也蛮好吃的。对，没关系啊，你们喜欢白色甜筒的话，就去找和泉东岳没有关系。好。对啦，然后很酷哎，他把那个他把那个那叫什么丁公三连这个非常经典的骂倒台词放进去了，这个很有趣，真的很有趣。对，那如果有喜欢被骂的朋友，应该是可以去订阅他。我不知道他平常有没有在提供这种服务啦，对，但是就还不错。好，那我们感谢和泉东岳的投稿。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没错，这就是强迫工商、强迫推销，害我好想吃哦，害我又好想宵夜跑去吃冰淇淋，可是这样太胖了。我再想想。好，再我们来看看玉溪的作品。哇，看起来好热。是不是看起来超热的？啊，我可以把我自己的地方跳过。人生苦短，及时骂，有不满何必要吞掉？放声骂倒，就算要变成小告，跟着我唱出心中的怒吼，尽情放声咆哮。Love vulnerability,
That's little more than a fantasy. I hate it when it's preaching without practicing. So critical it is， 高等教育是种奢侈品。教室弥漫着陈泪交织的空气，而我还贪婪的呼吸。吞吐残酷乐观主义，无法放弃，尽管就要执行。哇，咆哮。哎、这个英文也太难了吧？是怎样？给大家听一下。Love form a build a fantasy. I hate it when it's preaching without practicing. 喜欢就赶快去订阅。高等教育是种奢侈品。教室弥漫着陈泪交织的空气，而我还贪婪的呼吸。哎、很赞呢，就是这种方向的，我想要怎么讲？这样讲应该不会被骂吧？就是因为我就是有多少还是有听一点饶舌，但是感觉很多时候饶舌歌去书写的题材啊，就也不止饶舌歌啦。其实我觉得所有的音乐类型多少都会有这个现象，就是书写的题材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比较重复或是比较常见到的，对。但是其实同一种类型，某一种类型，它也是可以去探讨一些不同题材，所以我觉得超级酷，就是会至少在我平常听到比较少有往这个方向去探讨的一些饶舌歌的内容，对，像刚刚有一些是比较像街头霸主这种感觉的，就会比较常听到，对啊，当然那也跟他那个曲风的发展脉络有关系啦，但是就很酷，我就蛮喜欢这种蹦出新滋味的感觉，对，晕了吗？哎，赶快去订阅他，对，那玉溪真的是平常也做蛮多音乐相关的，就是会有练唱会或是歌会，所以大家有喜欢他的声音的话，务必去。叶你好，欢迎，晚安，吃饱没？阿贤，初见安安，原来你是玉溪粉，感谢你来，你是玉溪粉，我也是，幸会。对啊，文学院的 V， 他好像也是有时候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深入议题的一些算杂谈嘛，应该算吧。所以有喜欢的话，就是可以去多看他的台，对。然后我觉得这个蛮有趣，就是感觉有点我不知道会不会超译，但是有一点自我探讨嘛，有点自省的这种感觉。像他刚刚有提到，就是高等教育这种奢侈品，教室弥漫着权力交织的空气，而我还贪婪的呼吸，就没错，因为前面的英文感觉就是受过高等教育才比较写得出来的，有点困难的英文啊，就很赞，对，所以大家有喜欢高等教育的话，可以去多看玉溪哦。乱介绍一通，真是失敬。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位的投稿吧。等一下，我贴一下他的我已经贴了。好，变成战场，我就要骂倒。哇，很酷哎，就是我还有发现，就是大家在那个歌词上啊，每个人用的方式都不一样。因为我其实提供给大家的档案有那个只有我自己那一半的这种，然后也有那个总之我提供很多种不同的版本。然后有一些人会直接拿那个最空的，就是我自己的字幕我也没放上去的，然后再做出很有个人特色的字幕。我觉得这个真的蛮酷的，给大家看一下。利齿獠牙，轻易把世界变成战场。大家看到吗？那个世界上面有那个爪痕，直接抓下去，好赞的小细节。骂到你嗓子哑掉，人生苦短，及时骂，有不满何必要吞掉？放声骂倒，就算要变成小告，跟着我唱出心中的怒吼，尽情放声咆哮。那就要骂得好，人身攻击，颠倒黑白最低贱的招，脑被纸条，但像是时代瑰宝。讲多错，同理懂得都做，实践不言而喻。全天会要你的加剧个体压力，我不见谁能接触恶意，照理用心而已，证明天为强记估计，给观众100%聪明，骂都骂不倒的应景怎么赢？找不到问题要我怎么赢？回答我，
我的眼角会不会空？Look in my eyes。哎，这蛮炫的，放声骂倒。很炫哎！他用那个现在应该还是很流行这个 "Look in my eyes" 这个梗哦。哎啊，但是先不说这个，他的那个 flow， 他的 flow 很爽哎，听到不会讲话，给大家听一下。骂得好，人身攻击，颠倒黑白，最低贱的招，脑被纸条，但像是时代瑰宝。讲多错，同理懂得都做，时间不言而喻，全丢。就很我想一下怎么说，我不知道大家平常有没有在听饶舌，或者是稍微自己玩一点，对，然后像比较多一开始尝试的人，可能比较会固定在一个一个的八拍里面，对，但是他就可以打破那个框架，去有一些比较好不会讲话哦，就是他押韵不用在同一个八拍结束的地方就可以押韵，它是可以跳跃的，它可以打破它，对。然后这种的听起来就会更就是听起来比较会进阶玩家的那种感觉，对。那当然也是每个人个人喜好不一样，但是就是很炫是真的，一定是很炫，对。也不会要加剧个体压力，我不见谁能接触恶意，照理用心而已，证明天为恰计，估计观众100%聪明，骂都骂不到的应景啊！怎么放了蛮多这种，找不到问题，要我怎么赢？回答我的眼角会不会空？很酷啊，很酷。Look in my eyes。好，有机会我也会想做看，就是把一些那个网络迷因可以偷剪进那个歌曲里面，很好玩，这个真的也蛮酷的。然后大家有喜欢的话，也可以去订阅它，对，打开小铃铛，对，我那叫什么？因为我也有参加一些别人的 OVC， 然后就是也有看到他也有投过，对，他好像也是蛮活跃嘛，就是就会看得到他投，对，所以那个大家如果有喜欢听饶舌的话，就是可以先定起来，就不会错过。好，感谢坤尼的投稿。那么我等一下哦，这个我先复制一下。好，对，听得出是资深玩家，听得出来就是蛮明显的。希望我也可以，这是前辈，我一定偷学。那下一位是我们艾丽卡的投稿。嚣张还是他活得太爽，非得躲起来开个小账才能讲我想讲，我不想藏，不什么情绪别到内伤，要用我的利齿獠牙，轻易把世界变成战场，我就要骂到你嗓子哑掉，人生苦短及时骂，有不满何必要吞掉，放声骂倒，就算要变成小告，跟着我唱出心中的怒吼，尽情放声咆哮。國王有着新衣，就有一班擦鞋僵屍，心入面嘅良知正在為你感到羞恥，原因並非洗腦，而係利益分途，點解你要長成自己討厭嘅廢佬？我就有嗎？不管你怕或輸啦，超級核彈已經要準備華麗爆發 ，You know yeah, this is my utopia. Shut the fuck up, or you say mamma mia. 喂，这个有点太强。要用我的力，大家看到那个，他甚至是唱跳 rap， 很强啊！大家没看到标题，给大家看。哇，他是有粤语，然后中文，然后英语，然后就是三语的，然后他还加上有这个街舞，很强，有点太扯。对，这个是那个吧？这已经是偶像级的吧？就是会唱跳，然后又会写歌，又会唱歌，这真拿他没办法。对，
很强很强，而且就是我也蛮喜欢粤语的，对，虽然我自己不会，我也没有学，不是只差个篮球就能出道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是篮球？对呀，就是对，这真的是有点太扯了，3个语言然后还跳舞，这大家一定要先去订，对，然后那个我记得艾丽卡就是也会做一些那个开放大家投稿型的，就是不一定是 OVC， 但是也有做一些可以给大家投稿型的企划。对，我之前也有投过，所以大家那个有喜欢的话，喜欢那种交流的感觉的话，也可以多去关注它，然后就有机会的时候也可以去投一下。对，就我对他的印象是一个也是蛮酷，然后蛮像我一样乐于跟大家交流的人。自己这样讲，超不要脸。对，好，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就可是就我不懂粤语，所以粤语的歌词我是没有办法讲评的。对，可是就是偷偷跟大家说，就是我其实就很喜欢听不同语言的那个声音。对，就是像我自己其实觉得客语听起来也是蛮美的，然后粤语听起来也是蛮美的，我都蛮喜欢的。所以就是能有人用不同语言来投稿，我是真的很高兴。对，所以如果还有下次的话，也期待大家可以用那个自己特别擅长的语言来投稿哦。哇，恭喜500订阅，真假？哇，真的喂，谢谢大家，好感动。我要先截个图，等我一下。我要先截个图，这个历史性的一刻，哇，太棒了！我终于可以摆脱那个了。我不是有做一个 shorts 系列吗？叫做那个每天发一支台语 vlog， 直到500订阅，耶！我摆脱了，我不用强迫自己每天做一支 vlog， 做的要死了，谢谢大家，耶！谢谢大家拯救我。那我的下一个 vlog 系列就是每天爱发不发，直到1000订阅好了。你们觉得这个标题听起来怎么样啊？我觉得这个标题听起来还不错哦。好讲那么久我还没截好图，等我一下。好，截好图了，等一下下播就可以发文了，好爽哦。什么不用发了？什么意思？vlog 对 vlog 不用发，我以为是有人退订让我500不用，让我那个500订不用发了，吓死我！好，感谢大家，我终于又可以爱发不发了，但还是会发啦，因为我看蛮多人好像蛮喜欢看的，然后也蛮常可以收到大家留言的，所以我感觉得到有蛮多人应该蛮喜欢看的，所以我还是会尽量更新，对，但是就不用逼自己每天了，每天真的是会做到死真的会。好，爱发不发的 vlog 跟一般的 vlog 差在哪？差在我把爱发不发这件事情强调出来，感觉很荒谬吧？恭喜，谢谢艾迪的恭喜，感谢，真的感谢大家的支持。我要哭了。好，那没错，那大家有喜欢听粤语的话，就可以去订阅艾丽卡。我记得艾丽卡是澳门出生的，所以对他好像有时候也会介绍一些澳门的就是澳门人才会知道的事情，所以就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他。好，我又动到我的麦了，我还有声音吗？还有，好，那没事。奇怪，我为什么一直动到他的线？是怎样？等一下，我的线好碍事哦，让我调一下位置。等一下，这样应该可以吧？会不会太小声啊？如果会太小声，你们再跟我说。好，那再来就是我们的火柴呢，他的名字真的有一个呢哦，火柴呢 ，Match Easy。好，我们来听听看他的作品。哇，这个看起来也是惹不起耶。别到内伤，要用我的利齿獠牙，轻易把世界变成战场，我就要骂到你嗓子哑掉。人生苦短及时骂，有不满何必要吞掉？放声骂倒，就算要变成小告，跟着我唱出心中的怒吼，尽情放声咆哮。
特别的小狗，立马的掉料，双面的嘴脸，看着就焦躁，表面每个都翘爆，背后满满有造谣，一边夸我又一边说我们个性很像。抱歉，跟你像的地方可能只有人模人样。你以为的就会是你以为，哈，你谁没理解？被他发海文都是的，这个世界会陪他啦，真正唔哪里一个，看到垃圾不爽就用力喷，只手心一绝。好爽哦，好爽、哦！就算要偷偷跟大家说啦，就是那个我不是说我喜欢被骂，我不是说这个，我不是要说这个但是我觉得我很喜欢那个就是有些人用台语骂人的那个溃靠非常有的时候，真的是哇，真的是会不行啊！太有了，太有了，太有了，太强！这个真的爱到不行，大家务必有喜欢被人家用台语骂的哈，除了我之外，也可以务必去订阅他。好强，好强，好强！我真的是这我唱出心中的怒赞哦！他前2句就真的是因为我提到消告嘛，就算要变成消告，这我唱出心中的怒吼，直接接上，声咆哮，很爽，很爽。而且他就是消告焦叫有双压，这个真的然后那个跟中文的焦躁也有继续压下去，因为我自己在写的时候，或是我平常在做一点文字练习的时候，就是大家可以挑战看看，这个也是蛮考验大家的那个台语能力的，就是你可以去想想看台语有什么词可以双压。虽然在我还不会台语的时候，我也用中文做过一样的练习。但是台语就是会增加一点挑战性，对，你可以找找看有哪些台语词是双压的，像那个消告跟焦叫就有双压，对，就真的是我不行了，我不行了，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对，这真的是真的有凶，真的有凶，真的是谢谢有被骂到。嘴脸看着就焦躁，表面每个都翘爆，背后满满有造谣，一边夸我又一边说我们个性很像。抱歉，跟你像的地方可能只有人模人样。你以为的就会是你以为，哈，你谁没理解？被他发海文都是的，这个世界会陪他啦，真正唔哪里一个。很强，他这个算3个语言在压吧，就是那个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然后再问那个。海问都是的，然后3个语言押韵，不行了，我爱的元素都放进来了，那我也没办法，太会放进来了，不是，不对，这就是我本来以为今天不会乱讲话，没事，我才把台语的杀伤力发挥到最大，真的超帅，我没办法我虽然我很喜欢台语，但是我个人觉得我的台语还是有点温驯。要像这样子，真的骂到没咖喱也送真的没那么容易。这个真的帅到不行，不行了，完蛋了！欧拉夫真的要转推别人了吗？完蛋，他觉得我那个这叫什么？这样已经不行了，要断绝那个对我的父爱了吗？是这样子吗，老师？好，这有喜欢被用台语骂爆的朋友，一定要去啊！有喜欢听人家用台语讲一些有的没有的，那就订阅我。谢谢火柴内的投稿，很屌，真的蛮屌的。好，再来是。伊莫拉欧拉的投稿，我们来看看。Hey yo, it's Imola。他前面有加自己的东西。马到 OVC, yeah, here we go, let's go, yeah。我气焰太嚣张，还是他活得太爽？非得躲起来开个小账才能讲我想讲，我不想藏。
不什么情绪别到内伤，要用我的力治疗牙，轻易把世界变成战场，我就要骂到你嗓子哑掉。人生苦短，及时骂，有不满何必要吞掉？放声骂倒，就算要变成小告，跟着我唱出心中的怒吼，尽情放声咆哮。这不是地图炮，跟着震撼战的企图，要怪的诚恳，看着正南半，不是无数的笨蛋，烂正胆战心惊的各位不要紧张，把它张开耳朵，你多听听要听你的歌，不能去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让谁不会对，怕它让我听到心上痛。想听爽的一模拉的歌已经放松，主持主别太扯 ，Get me on fire like 福利连把你来玩玩的心上松。高级玩家，他的 flow 也是人生苦哦。我一个一个讲。那个我从一开始这个也蛮酷的，就是有一些人每个人参加 OVC 的那个习惯不一样啦啊，但是蛮多时候有一个蛮酷的，在前面塞一些东西，有点跟我对话的感觉。太嚣张，还是他活得太爽？你看他喊我，你看他喊我啦，就是这种感觉很好玩这很好玩，就是偷跟我对话，是不是？你来开个小账才能讲我想讲，我不想藏。每一句都有塞一个小的这个跟我对话的，我觉得这个很赞，这个很赞，这个很好玩，很好玩。对，然后他一进来就很快，而且他又表演那个叫跟着我唱出心中的怒吼，尽情放声咆哮。就是一些很高阶玩家那个格局鸭，地图炮震撼战的企图要跟蹭看看，企图要跟蹭看看，这好强，好玩，这个蛮炫，真的是又一个来炸鱼的是怎样？这个真的哦。对，然后就是这个技巧我也蛮喜欢的，就是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想这样玩，就是刚刚那个三鸭是那个。等一下啊！蹭看看真难办，笨蛋烂。然后正胆战这边就是他就被换到前面了，就是正胆战你可以说他跟上一句有压，可是他从这句出来的时候，他就只是这一句开头，然后他立刻接上别的东西。正胆战心惊的各位，然后就我自己写歌我也蛮喜欢这样玩的，就是真的蛮炫，就是有感觉到是那个。就是我也喜欢这样玩啊，你也喜欢这样玩，太好了，那看来我们是同好，有这种感觉。有喜欢看人家炫技的，有喜欢看这种很酷炫的高阶技巧，可以去订阅那个伊莫拉欧拉，对。然后我也是在其他地方的 OVC 有看到他参加蛮多次的，所以就大家也可以期待看看，就是之后就是先订阅起来啦，然后之后那个有其他人办 OVC， 他有新作品的时候，大家都不会错过。这个真的蛮酷的哦。我有点太嗨了，真的是嗨到快没声音。那没关系，反正我也还没有多红，所以投稿的人也还没有到多到会真的吐血，所以我们再一下啊！这个快乐的时光还是过得蛮快的，好可恶。我们来看下一位的投稿。下一位是，等一下，我先贴到聊天室，请稍等我一下。下一位是我们的亮宇，我复制一下连结啊。今天怎么特别不会用电脑啊？是怎样？拿麦克风哦。太嚣张，还是他活得太爽？非得躲起来开个小账才能讲我想讲，我不想藏。不什么情绪别到内伤，要用我的力治疗牙，轻易把世界变成战场，我就要骂到你嗓子哑掉。人生苦短，及时骂，有不满何必要吞掉？放声骂倒，就算要变成小告，跟着我唱出心中的怒吼，尽情放声咆哮。为什么真的你是我伙伴？都是人类，都是个 normal， 有什么意见就上来说说，但别他太长，别那么啰嗦。Welcome to my world， 在这世界什么种族都有，欢迎加入 Virtual Family， 任何身份随你拥有。桌上的闹剧，快起来，莫西卡，榴莲吃上自以为大句话，丑陋言论让我先坐下，没了正义，告诉我 who you are， 是男是女对我来说根本就不重要，我没有音乐说话，将想法消力到。也蛮帅的耶，也蛮帅的耶。他的，我想要从哪里开始讲？
它也蛮快的，快起来也蛮快的。然后我想要怎么说？意见就上来说说，但别它太长，别那么啰嗦。Welcome to my world， 在这世界什么种族都有，欢迎加入 Virtual Family， 任何身份随你拥有。我喜欢它那个，就是它有一个叫语调吗？还是说腔调？就是有一些人在饶舌的时候会去加上这个，对，虽然我也不是真的很懂玩啦，但是就是因为如果我们用中文的话，我们基本上会习惯它原本的1、2、3、4声，对。但是其实有一些人在玩饶舌的时候，他是会稍微打破那个原本的1、2、3、4声的，然后可以为了音乐性或是为了其他的，就是为了他想要呈现的效果，他是会去调整。对，然后其实，在听英文的时候也蛮常会有，就是可能原本不押韵，原本在英文里面不押韵的字，也是会稍微去把它调整，让它听起来是合的，听起来是顺的。对，像这种的东西就蛮酷，对。然后它有个地方低下去，我很喜欢，就是这句是那个什么种族这世界什么种族都有，欢迎加入 Virtual Family。它那个 Family 那个好低哦，好赞哦，那个有个潜下去的感觉，那个听起来是蛮帅的。Family， 任何身份随你拥有。桌上的闹剧，Crazy like Musica，流量至上，自以为大句话，丑陋言论让我先住地下，没了正义，告诉我who you are，是男是女对我来说根本就不重要。我们用音乐说话，将。我很喜欢这个地方，我们用音乐说话，那个中间那个隔一个，就是节奏上这种变化呢是很酷，很赞。我自己也很喜欢做这种事情，虽然我是一直都没在写歌，还敢讲，对，但是这个感觉也是高阶玩家，英文去押韵变得有口音的感觉，唱起来很顺。对，他那个就有一个，就耳朵听起来就会很顺的一个。也可以说口音吗？应该吧，就是在该强化语调的地方，他有去做一些处理。对，就大家这个其实，在我自己玩、自己摸索的过程中，对我来说，我也觉得是蛮困难的。我自己到现在都还没有很会掌握这个要怎么讲啊？我也不知道它的这个词是什么。就是在做饶舌的时候，你怎么去，就不单只是念，你要怎么去。加上它的音乐性，或是加上它的语调，这件事情我也还在学。对，但是这个看得出来，这位很会哦。那如果我之后有需要，我再去问他好了。我讲话声音比放出来音乐小很多，真的假的？好，我调一下。还是我离麦太远了。好。不然我先把我的麦调大好了，太大你们再跟我说。哇，好像是哦，好像我麦的真的离我有远一点。好，现在好了吗？好，那就好，那应该是距离的关系。好，哇，再来。没事，等一下我用到半形冒号啦。好，感谢大家提醒。那接下来是DP 的。好，那个大家如果不知道 DP 是谁的话，总之，之前 DP 有做一首歌叫做《Shrek Is Love》，在讲那个史瑞克真的很棒，然后就是他有邀请我参与一小段，所以那个大家在 DP 大家如果去找到 DP 自己的频道的话，是可以去听一下哦。那首歌我是真的很喜欢，那首歌真的超赞的。好，不过我们今天先来看这个 LVC 的投稿。那我们就直接来听听看吧。哇 ，DP 耶！
突然出现了还是他活得太爽，非得躲起来开个小账才能讲我想讲，我不想藏，不什么情绪别到内伤，要用我的利齿獠牙，轻易把世界变成战场，我就要骂到你嗓子哑掉。人生苦短，及时骂，有不满何必要吞掉？放声骂倒，就算要变成小告，跟着我唱出心中的怒吼，尽情放声咆哮。对不对？咆哮。艾迪说：“哈，对，这就是我第一次听的时候也是啊，可以这样哦，还真的可以。对，因为那个大部分我看其他人办的 OVC， 他如果有那个活动办法，会说那个不要改原本的 beat。但是因为那个朱老师跟我说，他想要看大家改，可以改成怎样，所以我的活动办法里面是说，原本的 beat 是可以改掉的。对，他整个后面完全就是哇，那个整个情绪跟气氛都对，超级耶，就整个是在看电影的感觉。DP 真的是好像阿伟嗨，晚安，那就跟大家介绍一下阿伟，就是那个之前刚刚讲的那首那个 Shrek is Love 里面也有阿伟的段落，对，然后这次的 Open Verse Challenge 我自己这边放给大家的版本是阿伟混音的，对，所以大家也可以吗？我不知道可以偷偷跑去你的频道找你吗？这我就不知道了。好，对，而且对整个那个，我觉得那个情绪落差跟其他作品以及跟我原本的那个段落真的是差蛮多的，很真的是会吓到，然后真的说哇，真的假的？影像我也很喜欢，我很喜欢那个 DP 的视觉上的，就是影像，对，包含那个这样其他的作品，我也是我就蛮喜欢的影像风格的，所以就是会我觉得还是当然就是音乐本身很重要，但是有时候那个影像本身是可以衬托那个整个气氛跟感觉，对，所以没错，就是我觉得这个作品那个超出我评价的能力了，就是我现在已经是语汇力不够的那个词汇已经不够的状态了，真的被吓到不行，对，但是真的很强，大家务必去看，对，务必去看。然后还有什么？那个没错，反正就是很猛。那对，就是因为那个叫什么？那个 OVC 参与办法里面就有说，大家可以不用照原本的 beat 是可以去改动的，所以就是虽然我是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么大幅度，整个是大转弯的这种作品出现，但是真的是很突破我的想象，对，就是非常有被惊艳到，非常猛。偷偷跑去约委托，就也是蛮突然的，就是我想做 OVC 这件事情有想一阵子了，然后我就该叫，然后就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说愿意帮我，所以就变成这样子了。好，真的言语匮乏我好不会讲话哦，是怎样？这样还敢当 VTuber 啊？好意思。好，那再来，稍等我一下哦，复制一下我们的网址。
哎，好，再来是阿伟跟猪蜘蛛的投稿。对，如果大家不知道猪蜘蛛老师是谁的话，不是这个 OVC 的 beat 就是他做的。好，就对，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我。好，我们来看看。太嚣张，还是他活得太爽？非得躲起来开个小账才能讲我想讲，我不想藏，不什么情绪别到内伤，要用我的利齿獠牙，轻易把世界变成战场，我就要骂到你嗓子哑掉。人生苦短及时骂，有不满何必要吞掉？放声骂倒，就算要变成小告，跟着我唱出心中的怒吼，尽情放声咆哮。没有名声，只会引火杀身。没错，你是对的，你的病是天生。Of course。讨人也是天生的，搞得所有事情带来面子还要蹭着，虚有其表，心不酸的精明，脸上吃你画的大饼，以防下落不明，准备了不自杀的生命，有点底板慢慢的 I wanna kill you slow， 奏奏音乐再点名 I wanna make you blow。哎，那叮当挡箭牌，真心没有花钱买，你就继续睡吧，永远都别醒过来了 break。哎，那叮当挡箭牌。真心不用花钱买，爱那冰的冰肩包，真心不用花钱买。哇，这些人是怎样？是怎样啊？不是，这超哦，真的，从 beat 就帅起来。而且他骂到你嗓子哑掉，人生苦短及时骂，有不满何必要吞掉？我唱出心中的怒吼，尽情放声咆哮。没有名声，只会引火杀身。没错，你是对的，你的病是天生。Of course。超凶，真的超猛，真的是凶到不行。Oh my god！ 猛的，不眠街不是给大家看那个。就是但不眠街可以介绍一下吗？因为我其实我怕我介绍错，就是你们是一起开了一个新频道吗？因为刚刚那个另外第一批的那一支也是在不眠街这边上的，对，然后这一支是那个阿伟跟猪蜘蛛的投稿，对，这两支都是在不眠街频道上的，所以大家应该看得出来它是一个新频道，对，那就。大家可以去，这都超强的这些人，对，没错，然后就好帅哦，是怎样？九霄公主晚安，嗨，欢迎你来，还好你没参加，太谦虚了吧？对，虽然九霄公主没有投稿在 YouTube 的作品，但是她有转推我的 OVC 那个贴文，然后她也有写了一段那个骂倒的词。对，所以大家有兴趣有喜欢可以去挖出来看哦。就是你们找到我那个 OVC 的第一则推特的推文，然后你去看有谁引用，应该可以找得到，应该是这样子啦。真的帅，是怎样？很激烈呢，就是真的就是会吓到啦，惊艳的那种吓到。Of course， 讨人也是天生的，搞得所有事情带来面子还要蹭着，虚有其表。这边开始就整个脸上吃你画的大饼，以防下落不明，准备了不自杀的生命，有点底板慢慢的 I wanna kill you slow， 奏奏音乐再点名 I wanna make you blow。哎，那叮当挡箭牌，真心没有花钱买，你就继续睡吧，永远都别醒过来了 break。他的那个语气很有那个情绪的那个落差，我也觉得蛮够味的，是这样讲吗？对，就是包含比较激动嘛，比较高昂的地方，跟那个有点像耳语的感觉，有做这个落差，我觉得很受不了。然后视觉上也很强，他那个转成那个蓝色的火，真的是也是帅到不行。然后那个字也是非常好看，我不行了。对，然后而且因为他后面的那个 beat 是整个就不一样的嘛，他后面还有
一段的，就是给大家享受那个音乐。真心被用滑稽吗？爱那本能冰冷的肩膀，真是被用滑稽吗？很强哎，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对，这是怎样？这是怎样？就请大家多支持这个新频道，对，务必去。好，对啊，那个语气跟语调都非常的帅，非常的。就这也是我想要多学习的地方啦。这方面我自己好像也还没有很高竿，对，那没关系。我今天办这个活动呢，包含可以欣赏大家的作品以外，也是可以偷大家的技术哈，看一看自己缺哪里，然后就到处偷学一下，也不错吧？也不错吧？好，那再来，哎，谢谢火蛇，没事，我要谢谢你们，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的我。真的，没有在夸张，没有在夸张。如果单靠我自己的话，应该是做不出 OVC 这个企划的。对，好，那么我们终于来到今天的最后一则投稿，是我们的艾迪。哇，艾迪也有办过 OVC 哦，我那时候也有跑去参加，蛮好玩的。献丑乱讲，又在谦虚你们这些人。我来复制一下连结。嚣张，还是他活得太爽？非得躲起来开个小账才能讲我想讲，我不想藏。不什么情绪，别到内伤，要用我的利齿獠牙，轻易把世界变成战场，我就要骂到你嗓子哑掉。人生苦短，及时骂，有不满何必要吞掉？放声骂倒，就算要变成小告，跟着我唱出心中的怒吼，尽情放声咆哮。口出口那些无理取闹，情了 I don't fucking care， 自以为是的 Batman no 在我眼里都是破学，什么恶评贬低地图炮我都一场疯掉，无脑的留言无意冒犯就由我来骂倒。杂鱼，你以为的骂倒才是我在笑，垃圾，殊不知是我听你狗在叫。你们这群的 NP 哈，难道我还不明了？别以为叫姐姐踩我，哼，我就不会把你 ban 掉。哎，不是，对有些人来说 ban 掉也是奖励吧？对呀、什么意思？哪里丑？真的是超强哎、这个不是，难怪会发出死线超人的哀嚎，这个真的是也是蛮过分的，就是会动哎、是怎样？会动哎、他不止就是自己画了就是非常精美的图，他还会动哎、是怎样啊？超 Q 弹的，很赞，真的很赞。我真的是看到我也是突然被吓到了。自以为是的 Batman no 在我眼里都是破学，什么恶评贬低地图炮我都一场疯掉，无脑的留言无意冒犯就由我来骂倒。杂鱼，你以为的骂倒才是我在笑，蛮炫。殊不知是我听你狗在叫。我也喜欢那个。杂鱼，垃圾这一段，就是一样，也是把一些蛮经典的，就是大家想到骂倒可能会想到的一些台词，蛮经典的台词也把它放进来了，就很赞，有往这个方向骂倒，对，然后就这就太扯，然后而且无脑的留言下面嘛，杂鱼，你以为的骂倒才下面也放了很多，就是骂人的这个台词，对，把它做在下面，这个真的是非常精美的，而且还会动的图，对，蛮夸张。OVC 是一种极限压榨自己进步的活动啊，的确，我自己也是在参加别人的 OVC 的时候，也是学到蛮多，对啊，包含自己办 OVC 也是学到蛮多，对，确实是推荐各位 VTuber 朋友都来办看。或是办之前也可以先参加看看，很好玩哦，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真的，哦，太强，
大家务必先去艾迪的频道，对，然后我记得艾迪就是也蛮常做一些绘画创作，对，就是可以去看，对，那个风格也是我蛮喜欢的，对，所以大家可以去，然后还有什么？只是我不知道有这么 Q 弹的动态，我被吓到，真的被吓死。那这就是今天最后一组我们 OVC 的投稿作品啦。那大家如果有喜欢我办的 OVC 的话，可以想办法传达到让我知道在讲什么。对，那好，那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的吗？对于那个什么办 OVC 的心得之类，还是我们应该办个后日谈？好像该哦。之后再来开一个 OVC 后日谈之类的。对，好，那大家有喜欢的话，就我下次再看能不能办吧。我如果还有力气，刚好有机会的话，下次再来办。那如果下次有办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再来投稿，再来一起参加。好，真的是蛮好玩的，就是我的那个2025的新年新希望里面，其中一个就是想要自己办一次 OVC。那看来已经达成了，可以想下一个新愿望了。那也很感谢大家，今天这个开台开，不知道为什么就500订阅了。对，这真是我的荣幸，谢谢大家喜欢火蛇。那 Vlog 的部分呢，可能就会从每天发调整成爱发不发的模式。对，恭喜啊！谢谢恭喜，不辛苦，就很好玩。对，真的是很感谢大家来投稿那对，不过因为是第一次办 OVC， 所以可能有一些就是流程上可能说明或是安排不够妥当的，就是也感谢大家包容，或是那个 OVC reaction 可能有一些讲的没有很不知道在讲什么的，就也感谢大家包涵。对，活动赞的吗？谢谢，我自己也觉得蛮赞的，收获良多，然后也认识到很多真的蛮酷的喜欢创作的新朋友，也开眼界了。对，那很希望啦，期待大家可以就是其他人也可以办 OVC， 可以让我去玩。谢谢，恭喜 OVC 好玩，真的 OVC 真的好玩。那个在座应该有蛮多观众朋友，或是其他的 V 棚，可能还没有参加过的，真的诚心推荐你们可以玩玩看，对，也不用太担心那个遇到太强的高阶玩家，那个被秀了一脸，那个也不用太担心啦。那个我觉得这个活动最重要还是你去试着写自己想讲的话，然后把它用音乐的方式讲出来，真的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真的是推荐大家可以至少试个一次。对，好，那没错。哎呦，是昆尼耶，嗨，感谢你的投稿，这是帅的。对，双方都有学到事情，会用最快的速度等待下一个主题，还是你来办看呢？我真的很喜欢，我就是我除了自己办还蛮好玩的之外，我就一直也都很喜欢，也很期待去参加别人办的，所以，对啊，就是就是再讲一次，就是各位观众朋友或是 V 棚，如果没有参加过的，推荐你们下次可以参加看看，可以至少试个一次，真的很好玩哦。那如果是没有办过 OVC 的 VTuber 朋友们，也蛮就是可以办看，也很好玩，办 OVC 真的也很好玩。对，那就期待大家办给我玩啦。对，就是这样子。好那因为最近事情比较多一点，所以比较累，所以那个可能声音状态也不是很好，然后这礼拜开的台就比较少，所以下次开台原则上就是礼拜几嘞？考大家，一定不是我自己忘记了。下次见面是礼拜五我要玩那个百日战记最终防卫学员，也是一个新出的游戏，我非常期待。对，是那个小高和刚老师跟小松启类老师的工作室的作品。Oh my god！ 好，有喜欢的话可以来看。
好啦，那今天的OVC reaction 基本上就到这里啦，那就期待尽速再跟大家见面。好，我要去剪片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拜拜。